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7日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94808例本土病例，120来人死亡。6岁以下囡仔即马一人当分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日本宣布6月初开始，一日要开放2万人去日本佚佗。6月初开始，嘛要开放外国旅行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中国政策，强调美国一中政策并无改变，嘛批评中国一直威胁台湾。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94808例本土病例，有47例境外病例，120来人死亡，343例中重症。今仔阁有一个12岁囡仔过身，伊无注过疫苗。另外嘛，宣布讲6岁以下囡仔一人会当分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好，有94808位，好，那看起来是比前一天比昨天还来得多一些。境外移入的病例，昨天有47位，死亡的个案有126位。有新增343例的中重症的个案，在这个126位的死亡个案当中，有慢性病的是占113人，那85人没有接种满3剂的疫苗，年纪最小的是一位12岁的男童，那这一位是本身有一个遗传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长期卧床，使用呼吸器的一个个案，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第8例的这个儿童的死亡个案，所以我们将免费提供0到6岁的幼儿，就以每一个幼儿为单位，它有5剂的家用抗原快筛试剂。那开始的可以领取的时间是6月1号，那我们暂定的发到6月30号，135星期135是我们的尾数，身份证的尾数的单号者，那双号就246，然后周日都可以来领，但你也要带健保卡去，那差别就是不用付费。过来，疫情的滚价需要大量的快筛试剂。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早起去新北市邦桥视察药局的防疫工作的时，嘛宣布讲，6岁以下囡仔会当政府要提供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摕囡仔的健保卡去药局领就会当。新冠本土疫情继续伫咧传，儿童确诊的人数也一直增加。到第5，国内已经有15例儿童重症个案，其中7例是脑炎，有5例死亡。考虑到民众使用快筛的需求增加，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到新北市邦桥视察社区药房时阵宣布，6岁以下囡仔会当领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我们要给0到6岁的孩童持健保卡，就可以领5剂的免费快筛试剂，所以还要来拜托药局特别继续帮忙。其实中央伫咧2日才宣布。免费发快筛试剂，予低收入、中低收入户一个人5支，还有长照机构单面一个人3支，按算有80万人会收到。对苏贞昌愿意到第一线视察，之前一直因为疫情甲中央呛声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会当到第一线，予基层人员鼓励是正面积极的好代志。因若新北市先提出的居家照护、居家转型、快筛阳等同是确诊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才予中央采纳进行。侯友宜认为，新北市疫情是一个上高峰的时阵，每一个问题一定会上升发现。新北市因为医疗量能非常的不够，所以我们首先提出了4月11号要做居家照护。当然，中央后来也同意，那全国启动大概慢了1个礼拜多。我们又提出了基格转型。中央也一段时间以后，才以3+4的方式来做转变，其中最重要关键的快筛阳等同确诊，而5月1号提出来，中央最后5月25号也做了。侯友宜强调，面对人民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环境，也一定要提出解决的方法。当第一线拄到问题，总指挥官就要出面来解决问题。用这种态度做代志，才能缩短人民的痛苦，赶紧解决问题。无分你我甲党派，快速反应，大家共心来解决疫情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指挥官陈时中评估讲，咱国内疫情的高原期可能要搁1-2个月，也毋过嘛有专家较乐观哦，认为讲搁2礼拜应该就会是高原期结束咯，6月中会就是高峰。专家嘛提醒讲，这波疫情哦，恐惊死亡的人数会有1万人，长照机构就爱特别细腻。伊嘛呼吁政府讲，爱用上紧的速度来提供药啊，互确诊的老大人，佮有住伫长照机构的患者。新冠本土疫情，规礼拜每一天新增加的病例数，拢伫8万外人去卡刀。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讲，这代表疫情进入高原期，而且可能会延迟1-2个月。有专家预估，高原期可能会让死亡人数持续增加。高原一直没有掉，所以我们就预期说，昨天这个死亡人数呢，也会至少维持1-2个礼拜。另外，国内中重症的患者，日内新增加333例，死亡的有104例，拢创下历史上高一天的新高。平均一天的致死率是1/1000。有专家分析，若是以香港、新加坡甲韩国的致死率，加上台湾2002年季节性流感的致死率来推估，台湾这波疫情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1万人，尤其是长照机构恐惊会加做重灾区。80-90岁的老年人呢，我想这个投药的效率呢，大概会稍微低一点，我给他估计是50% 的有效了哦。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估计就是1万。死亡的人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哦，特别是70-80岁以上的人哈。那因为这些人他一感染以后，可能因为他本来的潜在性的疾病，那会导致他的恶化。专家强调讲，死亡人数这个指标主要是反映前一波感染的高峰，甲重症病例恶化的结果。若是未来1礼拜过一天的致死率要是持续压悬，代表医疗容量已经叫要记载袂掉。呼吁政府召回确诊者甲长照机构的确诊者，都要赶紧开药啊，互因才会当降低重症甲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昨宣布讲，6月1日开始，未来放任逐天的入境人数，一日要开放2万人去日本佚佗。对6月10开始，嘛要开放有导游带团的外国旅行团哦。咱台湾嘛有伫这波免隔离的名单内底。冷了2年外，日本自2029年4月了，一直到即马开始接受外国的旅行团入境观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日暗宣布这项消息。来月10日から添乗員付きのパッケージツアーでの観光客の受け入れを再開いたします。合わせて6月中に新千歳空港と那覇空港において国際線の受け入れを再開できるよう準備を進めます。初期即个开放团体旅客入境观光，而且自6月7日开始，也会放令入境检疫措施。甲即马无共国家分做红、黄、蓝3组，搁再分做是毋是有注疫苗。以后哪组，也就是低风险国家甲地区，只要有3天内阴性检测证明，入境就毋免检疫。台湾也伫咧哪组，6月7日开始，每天入境的人数也加倍。今後水際対策をさらに緩和していきます。具体的には6月1日から1日の入国者総数を2万人に引き上げるとともに、入国時検査実績で陽性率が低い国については入国時検査を行わずに入国を認め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す。外交部讲，台湾是分伫咧风险上低哪组，民众入境日本会当唔免体检加隔离，但是也是要事先申请签证。也毋过因为交通部观光局的禁团令还未取消，所以即马旅行业者也阁袂当组团去日本。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报道。日本政府宣布讲，6月7日开始，中心要来开放有导游带团的外国旅行团，会当入境去观光哦。咱国外交部是表示讲，日本放任边境管制，咱台湾的团体对6月7日开始入境日本，唔免体检嘛，唔免隔离，也毋过爱申请签证。台湾的旅行社业者是讲哦，因为目前咱台湾佫是禁止旅行团、旅行社出团，所以短期内底嘛无法度组团出国。传出讲观光局嘛已经在准备要开始放令咯。去国外看风景真好料的，大家翕真久啊，拢想要出国耍。日本政府宣布，自6月7日开始，开放外国的游客由旅行社组团来日本耍。台湾目前观光局还有一个旅行社出团禁令，所以等于这边还是会卡住。
日本重新开启国门，迎接国外观光客。不过，对台湾的旅行业者，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的组团禁令，目前也是禁止旅行团出团，也有接国外旅行团。那是违规，上当会当罚5万。因为考量到国内目前的这个疫情状况，所以在跟指挥中心在联系的过程中，其实还要通盘考量到国内的疫情。但是下半年这个部分，如果国内的疫情趋缓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有机会的。一若禁令当时会当解除，观光局讲开放的时间有可能是伫下半年，不过希望爱配合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一若日本政府放零边境的管制，外交部讲。台湾是被列伫咧风险上低哪区。自6月初1开始入境日本，会当唔免体检加隔离，但是议员要事先申请签证。蓝色加黄色的国家，总共应该就是超过200国，等于是几乎没有设限哦。这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怎么忽然冲得这么快哦？日本边境放令，唔那是对台湾，也甲大部分的国家地区拢放伫咧蓝色的等级。感染科医生临时被讲，日本政府即便就甲政策放甲遮尔快，伊正担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搁再启动典型方案，提出345亿，要补助观光运输业、餐饮业、艺文业甲失业的劳工哦。也毋过今年互观光业的补助，未搁补助员工的薪水，该鼓励业者做特色团。另外，自由行的旅客嘛有大饭店的补助。最近伫中台湾的大型游乐园5月开始，伫北上市增加休园的日子，因为受疫情影响，入园人数甲假期比较，敢若剩2成。因为疫情冲击内需产业，行政院宣布启动新一波振兴的做法。产业对象有餐饮业，甲包含会展艺文在内服务业，也运输业甲观光业，有月投入164亿9千万块。另外也推出租金权利金减收，对贷款方案延长期限。另外原有协助劳工的做法，也会搁再来延长。除了提供包含餐饮业、会展、运输、观光等产业相关的补助外，劳动部也已经宣布，过去疫情期间针对减班休息劳工推出的充电再出发训练、安心就业、安心及时上工这3大计划，以及针对青年就业的奖励，都将延长到明年6月底。其中被看做疫情上严重的观光业，振兴方案真受到关心。观光局初步规划，旅行业者若是做特色团，应得到每团补助2万块起。那请无头家导游领队，佮增加补助1万块。对自由行旅客，平常时住伫合法的旅店，每案补助800块。那绿色旅店也是星级旅店，即特色的旅店，会佮再增加补助500块。观光游乐园的部分会推出大人票3节的补助。对于目前呢已经是第3波最严重的疫情海啸来说，以我们游乐园区现在呢这个业绩是掉了这个80%以上，所以当然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纾困的可能。就是你要组到一定的团，有人去住你的旅宿，有人到你的游乐园，或有人搭你的公路客运，我们才会用这样来做一个补助跟以前纾困不一样，以前纾困是。不管你有没有做任何事情，都就是人头的一个补助。交通部长王国才讲，因为国门可能无遐尼紧开，外陆国内旅游是交通部所来进行重点。交通部向行政院争取的60亿预算内底，5亿要保护客运，其他用伫旅宿观光甲游乐行业。不过国内疫情严重，振兴方案是毋是带动大家出佚佗？交通部坦白讲，最近也佮甲业者座谈，听取意见，才佮公布振兴方案详细内容。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政府搁再宣布新一波的振兴方案也毋过有一寡商业区的店家认为政府的补助根本未扶持，业者是真怨叹讲，民众自主防疫减少出门，有真侪所在店家有一半拢关门啊。这波已经是比3级防疫迄阵愈较惨伊嘛得要经袂落去咯。今年2月份，台北市府选伫咧树林商圈举办台北灯节，就是希望会当活化受到疫情冲击的树林商圈。迄当阵确实是声袂少人客倒转来，毋过想袂到国内疫情前4月底汹汹大翻苦。树林商圈的业者表示，目前人客差不多敢若剩年册1成，袂少店头规气全部开门，因为这个开门都是咧了钱。很多业者应该是快撑不下去了，你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才有那个款项拨下来，大概很多都阵亡了。我们这边算是重灾区，现在业绩掉了90%以上，现在
夜市晚上就是空荡荡都没有人。有一些是要提出一个行销计划来才做补助的所以它这个门槛就已经有一点限制那基本上他已经染疫了，然后又要去申请这些补助的话，其实他也是有困难。新北市府中相关的业者讲，这项方案内底要求业者都要提企划书来申请，才有机会会当摕到补助，根本就袂付起。真侪店头拢已经经袂落去啊！也若伫咧观光区的有赖业者，最近受到人丁减少的冲击，无论是老家甲旅宿业的生意是规个土糊涂。虽然政府都要补助自由行旅客的住宿，不过业者惊即马当伫咧疫情的高峰，恐惊是无帮助。乌来街的店家，小型的店家，餐饮业来讲，大概有30几间，大概有15间到20间，现目前是关的。新一波的振兴的方案，其实对我们在乌来区的观光跟服务业来讲。其实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我们也领不到。相关的业者请政府斗3工，经过2年时间，疫情是起起落落。目前国内确诊人数加悬，业者即卖情形是比3级防疫警戒迄当阵还佫较害。希望这项的方案会当佫加上纾困，才会当即时对业者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为着病警察路是愈来愈多，全高雄计共是有7600外警察，目前是有400外人确诊哦。凤山分局就有60外警察为着病，附近的民众嘛发现讲，伫凤山的大东公园、佮凤山转运站哦，有一寡无挂喙罨的家友，定定拢伫附近的开讲，拢无做好防疫，因认为政府应该爱管理。确诊者一直增加，境界嘛袂少人感染。高雄将近7600个警察，目前有400几个确诊，其中凤山分局外传有60个人确诊。另外，福德二路派出所同款有真侪人感染，互外界烦恼警力的问题。市警局27号表示，有确诊者的单位会由分局甲机动派出所等互相支援。有染疫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当然是派出所的人员，我们会做全部人员的净空清消，然后会把。我们勤务绝对不能中断，会立即以巡逻车或者机动派出所的方式，在派出所前面来继续执勤。除了警戒，凤山是目前高雄确诊人数上侪行政区。但来到凤山转运站，煞看到几个家友均自开讲，有16人倒无挂喙罨。附近大东公园的志刚表示，平常时若无落雨，家友就会伫公园青仔脚开讲，定定无挂喙罨，互民众烦恼防疫的问题。有些有，有些没有。因为也不知道他们说会不会有新冠肺炎。虽然因政策导顶放松，但上基本的挂喙罨等规定也是无变。伫观光甲运动的所在，看到家友无挂喙罨群聚，嘛互民众表示希望政府想办法安置家友，确保防疫的安全。记者陈环武、柯建准高雄报道。再来看受到风面的影响，台中的海线地区昨暗就开始落大雨，包括沙拉甲清水哦，一寡所在拢淹水，淹甲半个脸啊悬。气象局今仔嘛搁再针对10来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嘛针对台中、彰化发布大水雨特报。明仔载方面的往北雨水就较少咯。唔算雨到大雨一直落，规条车路拢咧流土沙水，请若经过着喷甲四界时，民众骑车着速度放慢加注意，尤其台中沙落的沙滩路段，雨落规工，车路积水已经要到半个车链遐尼悬。这里的水沟都太小了啊！南山排水沟又没有接到这里啊，所以昨天下大雨，全部都淹水了。各民众翕到台中海线地区对前一暝就开始咧上大雨，包括沙鹿市区的北四东路、中山路，拢有真侪则路段因为积水来封禁，甚至有民众骑车无适入厝道。根据气象局资料，台中彰化海线对26开始雨势上明显，包括台中龙井清水顶过测站，对26到27中昼十点落雨就超过300毫米，其中龙井已经有超过35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嘛继续针对台中甲彰化发布大水雨特报。台中这附近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强降雨，包括台中、彰化，还有部分台中山区这边，今天的累积雨量是比较大的。那其他西半部地区今天还是持续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气象局表示，27继续受到风面影响，可能要强对流发展也会上大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若雨落久，可能会单位讲有局部大雨甲大水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甲宜兰、花莲山区嘛可能落局部大雨，按算就要等到2八，方面山北雨势才会较减。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德州小学校园的枪杀案，掌有上新的调查进度。警方指出，讲嫌犯迄天是直接行入去校园，拢无受到阻挡。有被害学生的家长嘛指控讲，伫嫌犯开枪1点钟后，警方才开始行动，反应上过慢咯。被讲是批评全国步枪协会根本无想要解决枪击暴力的问题。伫国会外面冒反枪的团体，谴责共和党甲全国步枪协会有斗空。Empty. You know, it was full, but it was empty. You know, yesterday I had all my family here, but it was empty. 被害学生的老爸无法度接受伊的查某囝无法度搁转来。这件发生伫咧2市的枪击案，枪手撞入去学校了，杀死19位学生甲2位老师。不过被害学生家长控诉讲，警方伫咧1点钟了才开始行动。Faster. They were there without proper equipment. I saw there 15, 20 minutes later they came with their shields. Like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 their cars. You know, going in, not waiting 30, 45 minutes to get in. Approximately an hour later, U.S. Border Patrol tactical teams arrive. They make entry, shoot and kill the suspect. 另外，18岁枪手拉莫斯伫咧撞入去学校进前，伊的车先弄入去一条水沟仔内边，还阁对2位行过的人开枪。警方讲，凶手无遭受任何抵抗就进入学校。第一批警察是一直到12分钟后才到现场。民主党参议员甲反枪团体伫咧国会大楼外口示威，谴责共和党人甲全国步枪协会 NRA 挂钩，被警察批评 NRA 助长枪击的暴力。It's not about the convention. What is inappropriate is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has proven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problem of gun violence, not trying to solve it. 不过，按算27伫咧休斯顿举行的 NRA 年会也照常举行，因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对一项本土恐怖主义的法案进行投票，结果赞成加反对票数拢是47票，无达到所需要60票通过条件被否决。这项法案准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甲国土安全部设办公室追踪调查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虽然伫咧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通过，不过伫咧参议院是被否决动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美国用北韩开互试射飞弹做理由，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加强制裁北韩的决议，也毋过因为中国佮罗西亚反对，这表决无通过。这嘛是联合国安理会对2006年以来头一届针对制裁北韩出现无共款的意见。中国甲俄罗斯立大刑事反决权，反对美国所提出的联合国决议案。这个案件是针对北韩连续试射弹道飞弹的行为，要实施制裁。尾后投票的结果是13票赞成，2票反对。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a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has used a veto to stop the Council from fulfilling its responsibility to hold the DPRK accountable for its unlawful proliferation and test. The vetoes today are dangerous. Those members have taken a stance that not only undermines the Security Council's previous action to which they have committed, but also undermines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这是联合国有反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第一遍伫咧制裁北韩的问题上出现重大无共意见，伫投票前，格林菲德也阁希望大家团结。This is DPRK's 6th ICBM launc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2. This is a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中国上次联合国代表张军讲，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到即卖情形，是美国的政策所造成的。进一步制裁北韩，只个会互对抗更加严重。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纳班季亚讲，伊无认为联合国的制裁行动对甲北韩的国防有任何帮助。平壤政府有5年的时间暂停相关的试射，不过今年已经无顾到安理会禁止。伫咧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亚洲之行了，2个就随过发射3粒飞弹，其中1粒被认为是北韩上大的洲际弹道飞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罗西亚拍乌克兰已经整3个月了，虽然战场是伫乌克兰，也毋过罗西亚的民众生活嘛受到真大影响哦。因为国际社会对罗西亚经济制裁，嘛互罗西亚的失业率加悬，经济成长哦是退步真侪。住伫咧莫斯科的塔迪安娜，6月时阵要结婚，伊甲因翁本来打算去土耳其度蜜月，也毋过旅行社劝因莫去。Она нам открыто сказала, чт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краинских женщин работает в отеле, и неприятности бывают. 塔迪安娜担心互反俄罗斯的情绪破坏旅游的胜地，最后决定改去克里米亚。因为原本5月要去伦敦度假的马宁娜，伫咧俄战争了，机票起价，再加上 Airbnb 停止俄罗斯的业务，订袂到大的所在，也临时改变行程，开车伫咧国内耍。俄战争的战场虽然无伫咧俄罗斯，不过俄国的人民也感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压力。出国旅游省拄到真侪困难，像英国的签证歹摕，特别欧洲的班机取消，俄国银行的信用卡伫咧海外无法度用。В принципе, конечно, немного обидно за то,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планы по заграничным путешествиям в Европу, там, в город мечты. 若出国算受影响，俄国的经济也受到孤立，外资企业拢刷走。伫麦当劳了后，星巴克8月宣布，俄罗斯130间分店拢关起，资遣2000位员工。Well, I think it's a necessary move. There was no way that Starbucks could legitimately continue operating in Russia with no end in sight in the war. 有超过600间西方的企业讲要退出，或者是减少俄罗斯的营运。卖场内面西方品牌物件拢无去，消费降价，外资拢停落。We see deterioration in the economy now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sectors. Companies are warning that they're running out of inventories of spare parts.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put their workers on part-time work, and others are warning that they may have to shut down entirely. So there's a real fear that unemployment will rise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at there will be a big drop in consumption and retail sales and investment. 专家担心战争若继续，外国企业撤离的动作会变紧，俄国的经济可能会进一步衰退。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新内加尔一间病院伫2月半暝回烧厝，有11个阿婴仔不幸过身哦，只有3个阿婴仔互救出来。目前了解讲，这应该是小拍灯造成火灾。这位训练人突然间昏倒，也有几位妈妈伫咧流目屎。西部的城市蒂娃娃内一间病院发生火灾，有拄则出现幼婴不幸死亡，这间病院才拄开啊尔。Sahar ba pay tàng jër nag. démb laa doon ngénte fii la ñëw tudd ko yaa ngi dégg amuma lu dul toog ba guddi ñu woo ma ni foofu fi liir yi nekkoon lakk na. 总统推文表示哀悼，卫生部长讲是电线小拍灯才导火。Nous sommes venus approcher les populations,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s parents et tous les responsables meurtris par cet événement. pour le partager avec eux, dire notre compassion. 塞内加尔公共卫生设施北发生过几多变意外，城市甲庄稼医疗品质差真多。4月底，伫北部一间病院发生火灾，造成4个婴仔死亡。官员讲是3个病房的空调设备故障。1个月前，有一位有薪已经9个月的爱破腹生的妇女，到北部的一间病院，验过病院讲伊无事先安排，所以袂解收。上尾这位妇女不幸死亡，引起全国的愤怒，对国家的公卫体系这么恶劣，无法度接受。2礼拜后，卫生部长萨尔才承认，代志本来是会当避免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美国头一份中国政策，强调讲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甚至批评讲是中国的态度改变，想要阻断台湾甲世界各国的关系，佮阻止咱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布林肯是强调讲，美国无想要甲中国发起新冷战。有学者是认为讲，美国的表态敢会使得台海关系愈紧张，这得爱特别注意。美中关系以此竞争合作的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伫进前讲会用军事来护台，引起热议了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伊发表美国上新的对中政策演说，讲到美国未甲中国起冲突，也是讲发起新冷战。布林肯伊强调讲，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颠倒是中国有改变，对台威胁加诚大，强机差不多是逐工拢来扰乱台湾。中国想要来斩断台湾和全世界的关系，伊想要来阻止台湾参加国际组织。While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like trying to cut off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blocking it from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Beijing has engaged in increasingly provocative rhetoric and activity, like flying PLA aircraft near Taiwan on an almost daily basis. 布林肯伊嘛直接咧讲，美中关系是世界上上界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一。美国无意思讲要甲中国排除伫全球经济体以外，嘛愿意甲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和中国来合作，不过未牺牲原则。讲到美台的关系，布林肯伊是讲，美国的做法这几60年来拢无改变，同款会刷咧来提供台湾有够厉害的自我防卫能力。美方他们在事前已经分别在华府以及台北就国务卿演说向我方来进行详尽的简报。外交部我们乐见布林肯国务卿再次重申，美方坚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对中政策包含核实美国国力，还有和民邦伙伴做伙来拍拼。学者分析讲，美国用行两步退一步的方式来经营美中关系，由盟友来围查中国霸权的扩展。台美关系升温就是一个上介好的例。不过，安尼恐惊会互中国来反感。台海情势发展趋向，是不是会恶化去？这值得关心。现在呢，只是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跟美国的盟友呢是在团结合作抗中的这个部分呢，就一直在加码。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量的增加。那量的增加是不是到了一个定点了以后呢，会产生质的改变？这个就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立委赵天麟伊表示讲，美国对中政策拢是维持一致的。不过，伫态度甲战术顶悬是会愈来愈清楚，抑佫会愈来愈强硬，反映中国会想讲要来改变现状的这个区域强权。外交部表示讲，会刷咧和美国抑佫有其他理念相悖的国家来搭马合作，共同来对抗强权的混跨。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互国民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立委蒋万安，早起甲前总统马英九见面，针对两华论述，蒋万安是强调讲爱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哦。即马嘛，佮传出讲前苗栗县长刘正宏可能会佮想要代表南营来选苗栗县长。目前已经表态要参选的议长郑东引哦，就伫面册批评讲，党内拢还未决定提名的制度，这会去影响到党内同志的团结。国民党25正式定调党籍立委蒋万安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透早蒋万安就去拜会前总统，嘛捌担任过2任市长的马英九请益。城市的发展是延续性的，经由过去经验的累积，才能让台北市在既有基础之下永续的发展。对于台北市政，我会用创新的思维、科技的手段、永续的精神来执行我的市政愿景。对民进党讲蒋万安是马英九2点控，蒋万安强调讲，我就是我就是蒋万安。对未来两岸论述，也佫有双声论断的看法，蒋万安表示讲，会坚持中华民国主权、认清分治的事实，这是两岸交流共同的基础。双城论坛的举办前提就是中共不再扰台，对台湾释出善意，双方地位对等才有举办的意义。我们就是回到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认清分治的事实。我想这个作为与对岸交流沟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我想这个是目前台湾最大的公约数。
甲北市参选人已经拟定好势，拿赢后一届苗栗县长的选举，却出现提名的混乱。地方有理谣反讲，部分的拿赢的要角已经开始咧整合，连署进前的水利会长谢福宏来参选。最近却传出讲，前县长刘正宏伊有意思要搁转来参选，伫个27、28来做电话民调。不过，党中央回应讲，并无做这款民调机构的调查。就我了解，目前党中央并没有针对苗栗的部分，有在做民调，所以我想这个纯粹是可能个人的部分，在谈论这样的一个议题。原来已经布局真久的苗栗县议会议长曾东锦，伊伫个面册发文讲，批评党中央这款唔做决定的提名制度，会致使地方党内党治未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环保局一个姓黄的清洁队员哦，伫2018年跋倒昏倒，后来拢住伫台南的一间护理之家，也毋过已经过身8个月了，拢还未安葬哦。家属是认为讲护理之家有疏失，所以已经对护理之家提出告诉了。家属望讲会当赶紧来查明伊的死因。啊，你有哭无？好啊，无安怎啊？你敢知你敲车出车？敢知影？天啊，搁差医疗器材，毋过姓黄的查甫人，伊愿会当和朋友讲话。伊原底是伫台南市环保局做清洁队员。2018年，伊跋一倒粪便，送医抢救了后，转送去台南的护理之家照顾。毋过，随后家属发现讲，伊的身体愈来愈坏。2007年刚进去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生病的记录啦，从75.4公斤瘦到28、9公斤这样子。说阴茎的部分还发霉，还是说没有褥疮，照顾到有褥疮，然后在新楼医院的病历方面也记录到有15、6处的一个压疮或者是伤口。牵手无法度照顾，就拜托朋友来协助。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随时探望。毋过朋友发现讲，伊的身体愈来愈坏，尤其最后一届去看伊了后，朋友前脚才走，姓黄的男性就无喘气啊，这是互朋友无法度接受。第一个，他的照顾方式怎么会每况愈下？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术后复健，要进去做疗养。身体清洁是你一个长照机构最基本的要求，你怎么能够做到说让他的生殖器有发霉的情形？姓黄的男性过身了后，检警甲法医解剖、送验甲鉴定，2月23检察官也对意外死亡的证明书，也甲家属讲会当办丧事。毋过家属一直无跋着杯，已经8个月啊，遗体搁冰伫冰橱仔内底。家属也告护理之家过失致死。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无法度说明。护理之家也讲无方便说明，会尊重司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路地，有一间高中传出一个资深的老师对学生骗色、霸凌、有体罚。人本基金会伫4个月前要求学校爱处理哦，因毋过后来发现讲，学校只针对骗色的部分，对这老师停聘半冬来做处分。今仔下晡学校会搁开校评会，人本基金会是呼吁讲，应该爱改聘这位无责任的老师。解聘体罚老师。过了4个月，搁倒来学校抗议。人本基金会讲，这间学校的单身班导师，互家长、学生真侪人指控体罚、霸凌、言辞糟蹋着学生，学校煞轻轻甲伊囥落来。人本提供更较侪证据来讲这名老师的不当行为，表示学校伫个代志发生了后，启动真侪委员会来调查，毋过敢若处罚这名老师性骚扰的部分，停聘伊半冬，等于后学期伊阁会当去教册。拄啊好社会局嘛，因为离校法开罚着这名老师，学校要搁再开一届校评会，人本嘛呼吁学校应该爱改聘这名无适合的老师。这个老师早在104年。就被申诉体罚跟性骚扰男学生，并且也都成立了。那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解聘。104年如果解聘，后续就不会那么多孩子受到伤害。都有外聘专家学者，那也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各委员会呢，他们做出的决议的惩处，学校是予以尊重。校方回应，进前的调查拢有专家学者来参与，因尊重着决议，嘛相信教评会委员会通盘检讨，而且做出正当的决定。市府教育局即是强调，不当对待学生的事件，因袂当容忍。老师虽然互填平半当，但个案拢处理了后，伊会要求学校爱全面检讨这名老师有责任。记者王柳婷、林昭宽个报道。针对禁令摊牌国内网讲伫2004年新卖出去的汽机车全部拢爱是电动车，也毋过民众是认为讲充电的设备无普遍因着袂想要换电动车。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中油会来加设充电的设备，卖来调整离峰时间的充电的计价，本地一度8块，即嘛要降到一度2块，6月底开始。逼上卡片，有逼医生之后，我们只要把充电枪放入车上就完成。台电台北市营业处地下停车场，规划全国头一个电动车智慧充电示范场，有设专用的电表，整合充电的线路，还佫有挂 EMS 电量管理系统，要打造一合适主体新的电动车充电的模式。可以随着它的扩充性，接到它每一个充电车的位置，那也兼顾了用电的安全。搭配我们这个 AEMS 系统，你哪时候充电，你就会适用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台电表示，各大电动车的厂商，还有各大充电系统的业者，经过几届讨论甲协商了后，总算达成共识。电动车充电的标准已经一致化，而且规划电动车专属时间电池的计价。尖峰甲离峰充电的电池，计价是差4倍以上，按算6月初会正式实施。你在尖峰的时候就是8块，那在离峰的时候就是2块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价钱。迄若正式充电的设备，主要是由交通部甲地方政府来规划。第一阶段的目标按算伫2025年，全台湾要设置7800个。经济部表示，各样事业嘛会做伙来扩大建设。那本来中油好像第一次提出来是59桩嘛哈，扩大会再增加。各个国营事业的，我们都有年份跟地点呢，还有不同的公司会去增加设置。另外，社区大楼设置充电的设备，相关的优惠甲补助，台电表示已经甲各县市政府当地的直接，相关补助的费用会赶紧公布，来增加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非洲猪这病毒传到国内农委会即嘛拍算讲，对7月初开始要禁止一般人处理日本无经过处理就送去饲猪场。屏东有饲鸡的农民是真烦恼，讲安尼恐惊会无饲料通用。禁止199只以下的饲猪场用喷来饲猪，200只以上的饲猪场就要用高温煮过，才会当用油喷来饲猪。全部都是为着要防止非洲猪这病毒入侵台湾。不过农委会表示，短短几个月来，伫边境已经查700多公斤对疫区内的猪肉产品，而且因拢是未包裹寄来到台湾，风险上过大。按上进一步要来禁止家庭油喷入到饲猪场。非洲猪瘟病毒还活着的时候，今天假设没有吃完的话，就丢到那一个厨余桶里面去的话。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源。农委会强调，不是禁止家庭油喷摕来饲猪，是要求讲伫饲猪场外口就要先煮过，才摕去饲猪，甲感染风险降到上低。另外，这餐厅的油喷是会当继续使用，不过屏东的猪农也烦恼讲，在地的餐厅油喷数量有较少。阮屏东的资源少，因为唔比北部的资源多，所以你若甲阮屏东交通处已经等于就灭啦。即马风声讲新政策伫7月初伊要来施行，屏东的猪农认为，伫外口煮喷的设备若准无随来起好势，无都接起来，到时阵猪仔恐惊无物件通食。如果断然实施，我我们的那个厨余的饲料链会断裂嘛，断裂整个黑猪产业可能会崩盘。用喷饲猪业者强调，认同家庭油喷卖入到饲猪场来降低风险，不过需要有配套。若阵7月初一来实行，恐惊受过赶。伫立委将嘉宾陪同之下，呼吁应该爱实行分区分流。农委会表示，为了找找辅导业者，甲建立着液态饲料工厂，也建议地方清洁队先甲油喷煮过，搁再卖出去。另外，也咧找找讲有设备，不过目前无饲猪的这饲猪场，甲因转型做集中油喷处理设施。记者从报道。
在东莞哦，这几天一天拢有上百例确诊，加强染着病人有将近1万例。咱来看有上水车头清好的道路观光车头，因为附近部落有真侪人拢畏着病哦，嘛有车头的打伤确诊。乡公所是宣布讲要大消毒，所以一礼拜六、礼拜日哦，车头是暂停开放。对台东县政府采伫咧太马地多辆车站的即时影像，观景台顶头拢无啥游客。因为多辆车站受到太马地乡确诊人数增加的影响，自这么开始封起来。我们这边部落也是被感染到，可能1个礼拜都要消毒吧。太马里乡目前确诊人数已经有400多例，多辆车站附近的查拉米部落也传出有几多个人确诊，车站排单的人也有人感染，所以公所才宣布暂时封起来，以免疫情扩大。不过今年到即马，本来车站一天拢有1000多人出入。这2个月受疫情影响，那家只敢若剩2成，业者强要挡不落去。可能是我们自己部落同学来这边，要不然真的没有什么人。乡公所讲，多辆车站封起这段期间，也会顺续整修，调整游客出入的动线。因若重新开放的时间，会依照疫情的变化另外公告。但是这礼拜六假期是确定未开放，游客唔通加走一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开1亿6000万经费改建的南丰澳第1鱼市场，去年的3月完工哦。也毋过因为苏澳渔会不管渔业署的租金上过悬哦，因无愿意经营。也毋过渔业署最近是强调讲，一定会委托渔会来经营哦。6月底就会来审查因的计划书。鱼市场是做敢若一只船，在一个港区内，未需大船入港。这是渔业署开1亿6000万改建的南丰澳第1鱼市场，按算要予当地区的南宁鱼市场的大来排。也毋过去年3月改建工程完工到即马，本来去年底要启用，也毋过即马内面又完空空。那只药跟后迄落啥，迄落阿妈头以外迄个，比赛拢会打过来啊。而且这边是危险房屋啊，那为什么不迁过去？那我们政府的那个执政能力、行政能力那么差吗？旧的南宁鱼市场已经44栋啊，超过使用年限，地方认为是围绕真危险。渔业署本来要甲第1鱼市场委托给苏澳区渔会经营，不过渔会认为渔业署连市场内面的公共设施拢要收租金，会互渔会经营困难。租金遐尼贵，业者无啥想要来，所以一直无要接委托案。一般设施甲公共设施就爱符合清楚啊。袂使讲说一般设施啊要收钱，公共设施啊要收钱。那渔业署也发文请县府这边辅导苏澳渔会去拟具投资计划书，预计是在6月底，可以把这个投资计划书报到渔业署去审核。县府讲，第1鱼市场今年1月底已经移交予渔业署，渔会甲渔业署会继续讨论租金的问题。县府会积极辅导渔会，赶伫咧6月底进前提出投资计划书，报渔业署审核通过了后，就会当予第1鱼市场启用。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1月份启用的桃园195义美保台纪念公园，有民众投诉讲公园的地下停车场排水有问题，最近阁有红狗遐。都议员批评讲，这公园的工程品质是真垃圾。连续几日天，雨是一直都无休困。有议员接到民众投诉讲，桃园平顶区195义美保台纪念公园地下停车场排水不良，雨一直为停车场的出入口落的所在流落。所以，还个淹到脚目的管道。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品质还得过金质奖，实在相当讽刺，而且掉漆，有够邋遢。请问，平镇乙未保台纪念公园要不要改成红火蚁公园？要不要改成积水公园、淹水公园？黄建平表示，义美公园甲地下停车场是开百姓纳税4亿至5亿的钱去起的，才启用半年尔，还阁捌得到公共工程品质金质奖的肯定。结果公园内底毋但有红火遐入侵，地下停车场即嘛阁淹水，批评工程的品质真歹，要求市府要追究工程施工的厂商合约报告期的责任。当天晚上我们接获讯息的时候，已经马上派我们相关的厂商去现场，整个做那个清理的跟疏通的整个的工作，也清出了整个大量的一个淤沙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所有的设施设备全部都是正常的。工务局回应讲，经过了解，这个淹水的所在是伫停车场的出入口，
水原本应该顺出入口这个水沟啊排出去，不过连续几啊天的大雨，地施工线内底有积沙才会淹水。清理了后，问题已经排除。接续会请厂商，若是伫落雨的时阵，就要来巡逻甲检查，而且平常时的医护甲清理的工作都要做好。也若针对红火遐的问题，目前已经有拆机啊做警示，嘛有封锁线。等雨有较歇，会协调厂商来除药啊。按算封治1个月了后，草坡啊就会当搁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雨落袂停哦，云林县一寡鸡仔类的水果拢烂去，损失是真大。今仔早起，云林县的农业处就去现场实际来了解状况哦。伫轮背种洋芳果农民就表示讲，因规田的洋芳果拢烂了，损失是将近400万哦，望讲会当赶紧摕到财损的补助。农民入去园区，撒来的洋芳果拢已经烂去，无法度采收。最近雨一直落，造成云林仑背乡种的洋芳果损害真严重。当地农民表示，连续落雨，搁加上一声出日头，芳果的损失是真上重。一直下雨，本来我们是趁着雨停的时候都有过来喷农药什么的啊，这一点点有这种状况，啊，大概就1个礼拜的时间哈，就顺便全部死掉，就像这样子，全部就这样子得涨伊。都自我种38担，今年上凄惨的，害到有够严重的。细年的农民表示，伊今年种洋芳果11公顷，投资成本大约400万，即马是无法度采收。云林县府农业处27透早找相关的单位现场勘查，因表示，这寡洋芳果确实受到气候落雨影响，会赶紧函文予农委会，建议公告云林县办理洋芳果甲芳果的现金救助。因为天气可能有下雨跟出太阳，导致太阳相关的一些可能有晒伤或是裂瓜或是一些腐败的情形。这个纯粹就是雨安呢，一段时间下，一段让它冬，某一种有大的时间，就是这样半天一天还不够它恢复，然后小雨又下来了，所以会连带着这个药剂防治变成它的效果没出来。农业处表示，云林种的洋芳果有147公顷，那经过农委会公告，正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地区，超过20%的损害，洋芳果1公顷会当领8万块。另外，还有包括水拿、北港、土库、甲拿来市的乡镇，有农民反映讲，稻仔因为落雨来损害，县府已经通报中央，等待会勘了后，再做赛后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太平区公所甲科技大学合作哦，规划古早味的囡仔耍，互大家来体验来耍阿公阿嬷时代的佚佗物仔。现场阁有布袋戏通看，是真趣味。古早味的东公仔车轻狂响，囡仔一抓接一抓，来比啥人走较紧。另外一边阁有布袋戏翁仔通人看卖，身段真木头，拢总有，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新鲜。觉得怎么样？很好玩。这样体验感觉怎么样？也好玩。大家来共同体验我们的古玩的体验活动和我们的布袋戏的展演让我们小朋友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古时候文化的特色。台中市的太平区公所和轻一科大合作，规划古农庄文物馆的体验活动，带太平国小的学生来体验传统的囡仔耍甲布袋戏文化，了解在地因果生活。让我们的孩子来亲身来体验这些童玩，透过童玩的当中也增加很多的乐趣了也知道其实生活当中不是只有3C 而已。透过体验活动，让互现代囡仔体验到3C 产品以外趣味。轻一科大学生也会当行入社区来服务，更加是促进社区世代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甘蔗收了哦，叶仔一般拢平伫田里，也毋过甘蔗尾哦，烧掉也是淡掉，是真无彩哦。云林土库都有农民摕甘蔗尾去饲水牛，互水牛做点心。甘蔗唔但会当做糖，这甘蔗尾也会当做水牛点心。农民林家良趁甘蔗园收成了后，有一寡甘蔗尾就特别捡回来饲牛。即马要食到这现挂草仔甲罕见，取落来甘蔗尾通好互水牛做点心。拄多是甘蔗咧采收期，阮拢会去甘蔗园内底去捡一寡甘蔗，水牛食，因为牧草东北季风落来时阵就欠牧草，拄即个时阵会用补足牛要食的一寡
牛草就对啊。英国农业时代饲牛来斗做事是真事上的代志，农民也靠一寡菜色头仔尾，甚至挂一寡叶仔草仔等来饲牛。也因为农业靠机械收成，饲牛的人减少，被看到这款捡甘蔗尾饲牛的情形，会当讲是愈来愈罕见。阮饲牛的人就会来捡甘蔗尾，等下来饲牛，安尼因符合讲，这个物件因伫咱土地内底因搁继续去循环出来，就是一点仔拢无浪费掉就对啊。真侪做事人拢甲牛当作是家己的亲人伫咧照顾，这有香味、有甜味的甘蔗尾，水牛是食甲真欢喜。虽然真侪所在已经不用水牛拖嚟种植，不过甲水牛当作宝贝农民，有关会照顾因到100岁年老。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就考古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